乡亲继续来看这个天气的状况。受到马鞍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气象局今仔日针对着台东甲恒春半岛来发布着豪雨的特报。今仔日伫个东半部，包括绿岛、兰屿甲西南部的近海，拢来出现着3米到4米悬的大影。另外，气象局的局长戴明典嘛伫个面册来表示，讲今年7月这个雨真少，少甲真极端。这刷来这段时间，若无阁落风台雨，恐惊中南部到10月就要进入新一轮的大水期了。狂风暴雨，天顶看起来咧蒙蒙渺渺。马鞍风台发威，菲律宾一直落大雨，同款受到影响的也有台湾。台东的海面风影嘛真大。气象局持续针对台东、恒春半岛发布豪雨特报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今天包括在东半部、南部、澎湖，在沿海的浪高都有可能接近3米，甚至是超过3米以上。马鞍风台往西北西中国华南的方向过，明仔载就慢慢远离台湾。因不受到水汽甲偏南风的影响，台湾同款会落雨。在南部地区还是时不时会有一些短暂阵雨出现，而另外在中午过后，各地都会有比较明显的午后雷阵雨，尤其是中部、北部，甚至会有局部大雨发生。不过，中央气象局的局长戴明典伫面册提醒讲，7月份雨有够少，即正极端。未来若无风台雨，中南部10月份恐惊会欠水。温度方面，气象局伫今日嘛发布高温的资讯，尤其花莲、大台北南投以及金门等地地区，要特别注意高温。目前太平洋海面上有一个热雨风台，已经升级为中度风台，因为离正远对台湾来讲无什么影响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